恭喜發財啊！今年係丙午年馬年，祝娛樂生嘅觀眾一馬當先，金馬報喜，馬到功成，恭喜恭喜！啟豪啊，係你屬鼠嘅噃。嗱，今年馬年咧有啲嘢就要避一避啦，因為始終咧今年都係犯太歲嘅一年啦。咁犯太歲咧嗰個變化啦、唔穩定啦就會比較多噶。咁所以咧今年咧就要辛苦少少，樣樣嘢咧都要做足少少，希望可以咧將個傷害性減到最少。再加上咧有多少少比較多嘅凶星干擾緊啊，所以咧今年咧就唔好抱住會得到好大嘅期望同埋收穫，慢慢嚟就容易會成功噶啦。嗱，今年咧你需要注意嘅咧就係、雖然話係丙午年赤馬年啊，我而家出邊講到好 hit 啊，赤馬紅羊咁樣啦，咁其實咧佢唔係好大嘅傷害嘅啫，因為我睇過你個八字啦，你條命咧就係屬火噶，咁屬火咧，咁睇下需唔需要起用呢個火或者定係忌火，咁如果起用咧就可以用到呢一個火，反而咧會更加快啊，同埋更加勁啊，咁你條命咧就係屬火，係嗰啲算係嗰啲特別格局嘅命格。咁特別格局嘅命格咧，反而咧係要用翻火呢樣嘢。咁所以呢幾年咧，木同埋火嘅年份，啱啱過往呢幾年啦，咁啱啱你唱歌得獎，跟住慢慢去到呢一兩年咧，就係木火嘅年份。你會見到有進步㗎，嗰個運勢。所以嚟緊呢一年咧，都算係唔錯嘅一年嚟㗎。但係嗰個八字上高咧，你構成咗咧有少少叫做刑嘅現象啊。咁刑咧係刑到嗰個屋企個位置，所以要留意啦。屋企嗰啲老人家啊、父母啊、長輩啊，容易會多咗啲小病痛，同埋盡量今年咧唔好咧做啲裝修啊，又或者咧搬遷。如果要做咧，揀個吉日先好做。如果唔係咧，就會動咗啲煞氣咧，形成咗咧嗰個運氣會低落。今年咧我就係啦，我想睇下事業上面咧，我會唔會係即係可以，譬如衣着嘅顏色啊，或者有啲咩嗰啲首飾啊，嗰啲嘢可以配合到，令到我個工作上係會順利啲咧。嗱，啟豪呢個問題問得好好。嗱，你可以用啲紅色嘅，因為今年火年啦，你係用火啦，你需要咧綠色。綠色就係屬木㗎，咁木係生火嘅，綠色啦，跟住搭少少colourful 啲嘅紅色啊、橙色啊、紫色啊咁樣咯，未必一定係正式嘅，花哩花碌顏色咧都可以咯。咁如果帶嗰啲飾物咧，你可以帶嗰啲紅水晶啦，或者紫水晶啦，咁樣掛喺頸度又得，手鏈都得，嗰啲都有嚟幫助。OK。咁同埋咧，喺嗰個自己個住屋嗰度啦，嗰個床鋪被單枕頭袋用多少少花哩花碌嘅，但係唔好用正式花哩花碌嘅，七彩繽紛鮮豔嘅。嗱，好似呢啲畫咁樣啦，咁啊可以整幅畫翻去掛下啦，咁啊掛喺個床頭附近啊，咁樣都有利你嗰個運勢嘅噃。OK。係，師傅啊，我上年咧都好多次有小病啦，咁但係想睇下今年咧，我健康上面會係點樣啦？今年咧擔心容易會有少少嗰啲關節啊，骨痛啊、腳痛啊，或者扭親啊、拗柴啊嗰啲咯，咁多啲鬆下啲關節，咁啊會好啲，尤其是腳啊。尤其是腳啊、腳眼啊、呢啲位置你自己要提防下咯。咁同埋今年咧有兩個位置咧，你可以留意啊，喺間屋嗰度留意南邊嘅位置咯。因為南邊嘅位置咧，今年咧係一個叫做五黃位啊。咁呢個位咧好兇惡㗎。咁如果你間屋你瞓咗喺間屋裏面嘅南位，又或者南邊呢個位置咧係通氣嘅，咁嗰個位置咧就會對你構成唔好嘅影響㗎，容易會令到你個健康會差咗咯。咁你盡量轉一轉，可以嘅話就轉一轉個床頭瞓啦，又或者呢個窗少啲開咯。咁咯。如果係門口就冇辦法啦，如果門口就要掛少少銅嘅嘢，銅嘅裝飾物，將呢個病氣啦，去化解佢咯。咁就會好啲咯。OK，咁樣咯。留意關節咯，留意啲筋骨啊，知道筋骨問題啦。莫師傅啊，咁感情方面，我今年咧會唔會有少少氣息咧？今年咧直情好有氣息。今年咧嗰個丙午年啦，咁你同你嗰個日柱啊，我哋叫做夫妻宮個位置咧，有個合嘅現象啊。咁通常咧出現呢啲合嘅情況咧，就容易會有啲變化㗎。咁如果你話我而家暫時未有感情生活喎，咁嚟緊咧，喂會有㗎喎。
如果已經有緊㗎啦，可能會仲多啲㗎噃。咁如果你話，我今年想睇下會唔會有機會識到啲啱嘅人啊咁不妨可以留意多少少，係有機會嘅，好機會都大嘅，好仲係靚嘅，非常之好。有少少脾氣嘅，靚嘅，靚得嚟可能會有啲性格啦，唔好話有脾氣，有啲性格啦，咁高高地嘅，係啊，帶有呢啲咁樣咯。OK，咁佢就係個眼大大地嘅，類似有呢啲咁嘅特性。眼大啫，同我相反。喂，啱咯，係啊，一粒一突咯。我真係唔知可能出現咗，但係我留意唔到可能太多啦，係咪？唔係太多，太多都唔知。暫時都係 focus 咗落工作嗰度。好嘅，係男人啊嘛，工作為主。咁我頭先聽你講，我工作上面咧今年都會有啲阻滯啦。咁但係會唔會阻滯之中咧都可以有啲成就咧，或者都係向上升嘅咧？會啊，因為咧今年屬鼠嘅人咧有一粒叫做唐符啊。咁呢粒吉星出現，咁呢粒星咧係代表咧穩定嘅，站穩陣腳。咁亦都可以係代表咧有晉升啦，如果打工嘅晉升啦，升職加薪嘅機會。但係始終犯太歲，咁嗰個過程係會比較辛苦啊，同埋艱難嘅。咁你咬緊牙根，咁就積極啲去面對咧，一定會有進步嘅。好，係啊。師傅，咁我有啲乜嘢可以放喺屋企度咁樣可以化解呢啲唔好嘅嘢咧？嗱，睇下你想化病啊，定係乜嘢啦？咁如果化病嘅，化啲唔好嘢嘅，就係頭先嗰個南邊嘅位置啦。咁呢個就係第一空位嚟嘅。咁另外第二個空位咧，就係喺呢個西北位。咁呢個西北位咧，就係一個小病位。咁如果你瞓咗喺嗰度，都會有啲小病小痛嘅。咁如果你話喂唔係喎。喂是非多喎，我想化下啲是非喎，咁樣，咁就喺西邊呢個位置度咧，放啲紅色嘅嘢啦，譬如紅地氈啦，或者紅色嘅過年好多嗰啲紅椒仔啊，裝飾嘅紅椒仔啊，或者燈籠啊咁樣掛9個喺呢個位置度咯。咁如果想催財嘅，如果想提升運氣嘅，咁今年嗰個好嘅位置咧，就係喺東邊啊。咁你可以喺呢度咧放少少水啦，流水擺設咯。咁但係咧就唔好好大啊。咁譬如普通一兜水，咁或者靚少少嘅嗰啲叫做假石山，咁都 OK 噶啦。咁啲水喺度喐下喐下，咁都有幫助。就係咁樣咯。OK，係啊。咁如果你話嗰個人緣位，咁人緣位咧就今年去咗中間個位置，中宮呢個位置咧，即係成間屋嘅中間。咁你可以咧喺嗰度咧都係放一兜淨水咯。咁頭先講東邊嗰個位置就喐嘅水，咁呢個人緣位就放一兜淨水。咁裏邊加幾粒加7粒啦，加7粒嗰啲銅錢擺入去裏邊，咁就 OK 噶啦。好。屬牛嘅朋友，今年喺2026年咧，總體咧嘅運勢都算係唔錯噶，比較有利就係事業上高嘅發展啦。有幾粒大嘅吉星照住自己啊，代表咧自己今年咧容易會有貴人照顧啦，特別係做管理階層嘅牛人啊，容易會遇到上司啦，又或者係有權勢嘅人咧提攜自己，有機會升職加人工噶。如果做生意嘅會有大客戶主動幫襯啦，容易會做到大單嘅。不過要留意啊，有一粒叫做暴敗嘅空星出現咗啊，會令到自己咧喺得意忘形嘅情況之下咧會出事噶。譬如啱啱升咗職就一朝得志，開始語無倫次而得罪人啦，又或者係賺到個錢啦，衝去投資而失利一鋪清袋啊。所以凡事要記住唔好太過急進啦，先可以守得住個成績噶。至於健康方面啦，小心天災，又或者突發性嘅意外，例如落雨跣親啦，揸車上高遇到碰撞，行山嘅時候遇到山泥傾瀉，出海嘅時候出現狂風大雨，所以小心地滑啊！喺感情方面啦，受到6害呢粒空星嘅影響啊，情感容易會受到傷害，好容易會一句說話令到對方嬲咗，又或者係因為小事而嘈交，少少嘢交代唔清楚而激嬲對方，所以都係嗰句老土建議，多啲溝通，減少爭拗啦。
屬虎嘅朋友喺2026年咧，今年個運勢咧真係麻麻地啦，因為受到多粒凶星嘅影響啊，所以各方面咧都要格外留神小心啊。喺事業方面，今年咧容易會有暗箭難防嘅情況出現㗎。指背代表是非，小人中傷，容易咧會俾人咧喺背後咧說三道四啦，講是講非，令到自己嘅名譽受損啊。再其次，亦都容易會有突如其來嘅工作壓力同埋變動㗎，例如上司啦突然間換人啦，公司改組啦，自己無端端被安排去唔同嘅部門做嘢啦，導致自己個工作咧好混亂啦，壓力倍增。不過咧，福星貴人可以為自己帶嚟轉機嘅。如果能夠保持低調做事啦，盡量唔好同人起正面衝突啦，反而咧容易會有人喺暗中幫忙㗎，化險為夷㗎。喺財運方面啦，今年嘅財務狀況咧都唔算係好穩定㗎，容易會有計劃以外嘅開支啊，又或者咧啲財物咧被偷呃拐騙啊，所以喺網上交易啦或者網上投資方面咧要小心謹慎啦，避免墮入陷阱之中啦。今年咧絕對唔適宜咧高風險嘅炒賣㗎，亦都唔建議咧輕易咧信朋友嘅介紹啊，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血本無歸㗎啦。至於喺健康方面啦，好容易咧會出現受傷啦、撞瘀啦、病痛反覆嘅唔穩定情況㗎，尤其是咧經常要接觸金屬利器啊，又或者咧揸車嘅朋友咧，今年咧要格外留神啦。建議先做身體檢查，例如抽血啦、驗血啦，去影一影血光之災，希望將個傷害性減到最少啦。喺感情方面啊，今年咧桃花唔旺之餘咧，反而咧容易會有誤會啦，或者陷入冷戰當中啊。拍緊拖又或者結咗婚嘅朋友咧，容易會因為溝通不足啦，又或者其他人嘅挑撥啊，而令到大家個感情咧受到傷害㗎。單身嘅朋友，桃花運未到啊，反而咧容易會有咧錯配嘅對象出現啦，令到自己陷入痛苦之中啊。所以今年如果問拍拖，都係觀察為主啦，唔好發展得太快啦，亦都唔好太過投入啦。